大家好，今天我介绍几招西西里卡波纳塔。我们从原料开始：2新鲜的茄子，切碎的芹菜，番茄酱，一些紫苏叶，5汤匙特级初榨橄榄油，1汤匙酸豆，1汤匙糖。半杯白醋，1切碎的洋葱，10杏仁，100鸡精蘸橄榄，盐和胡椒的味道。让我们切茄子。切茄子成的至少1英寸的高度的片。我们通常会处理的茄子，那么我们将完成剩下的约1小时，覆盖着粗盐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茄子将消除它们所有的苦水。1小时后，我们洗茄子流水下，并用纸巾擦干。切茄子切块，倒入热油锅中炸至金。当大家都在炒茄子，开始准备酱的基础。就拿平底锅，加入大量的特级初榨橄榄油。现在的时间是热和，加入切碎的洋葱、芹菜，优选第一煮几分钟，使其更柔软。配料必须炒煎。我们添加了一个有点盐和少许辣椒。添加次生干。添加进蘸橄榄。我们加入番茄酱，所有必须煮约15分钟。
而混合物烹饪添加紫苏叶。最后加入糖和一点点不到半杯白醋。我们继续煮。糖和醋随意添加，可根据个人口味。一旦15分钟，我们可以结合我们的茄子。我们把所有的成分我们卡波纳塔会很好。卡波纳塔将冷食，这将使如果你吃了，第二天更美味，食材的风味更加增强。这是我们的配方的最终结果，我们撰写的菜。撒上切碎的杏仁，并添加紫苏叶作为装饰。以下是我们对您的卡波纳塔，祝您好胃口。